大家好，我係阿喵。喺聽故事之前，麻煩大家俾個 like、訂閱同分享。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係靈異系列之戒鬼回家。我都講過，我屋企係一個出入口，時常都會有過客，時常都會見到佢哋，聽到佢哋。就頭先已經聽到佢哋有幾口講嘢嘅聲音。但係我都係望一望就冇理，我就未試過俾出邊嘅靈體跟住一齊返屋企。但係其實我都幾驚呢一樣嘢。我由細到大遇到嘅經歷，都未試過喺出邊遇到靈體跟住返屋企。我諗如果佢咁樣跟住返屋企嘅話，應該係幾難可以處理。而今次呢個故事就係我朋友嘅爸爸去戒咗隻鬼返屋企而發生嘅事。我依家就講呢個故事俾大家聽。我身邊嘅朋友大多數都知道我係敏感嘅體質，成日都會遇上靈異事件，成日都會遇上靈體。有一次，我朋友阿 May 佢就約我出嚟食飯。佢知道我係一個容易遇上靈體嘅人。原來喺今次約我食飯係有原因。佢就同我講，佢話阿 Miu 啊，你成日都撞鬼，但係見你乜事都冇，行吉食吉，你有啲咩辦法驅鬼㗎？我就同佢講，我話冇喎，我主要都係扮見唔到，同埋唔好驚佢哋咯。阿 May 繼續話唔得啊，今次係我媽媽俾鬼搞啊！你有冇啲咩實質嘅辦法可以幫到我去驅鬼，幫到我阿媽？我就繼續問佢：你媽媽係發生咩事啊？知唔知有啲咩原因引起㗎？因為唔會無啦啦俾靈體去搞㗎喎。跟住阿 May，佢就慢慢咁樣講出佢成個故事。事源於就係佢爸爸有一日出完街，返屋企嘅時候，媽媽見到有個男靈體跟埋爸爸一齊入屋。原來佢哋兩個都會好似我一樣，平時都會間唔中見到靈體，所以亦都好冷靜。媽媽就問爸爸頭先去完邊度嚟，做乜嘢搞到有嘢跟埋返屋企？爸爸就話只係落咗樓下公園坐行下，同埋去食咗個 key，冇咩點樣特別嘅嘢，冇咩特別地方去過喎。跟住佢哋兩個就諗住隔一排靈體就應該會自己離開，但係點知過咗好耐，個靈體佢冇離開之餘，亦都開始發生一啲騷擾事件。首先就係喺屋企裏邊突然之間會發出一啲聲音，例如突然之間有一大聲咁樣嘅響嘅聲音，但係睇勻全屋都冇嘢會發出呢啲聲，而屋企嘅物品又會突然之間離奇咁樣嚟移位，例如張凳明明擺咗喺台邊，但係你轉個頭會發現嗰張凳竟然去咗廁所門口。後尾甚至乎會無啦啦屋企嘅物品會飛咗落地下。當佢哋聽到假爛玻璃嘅聲音，佢哋就去望，發現原來擺喺台上面嗰隻杯，佢自己竟然突然之間跌咗落地下，或者啲擺設、相架之類嘅物品
都會離奇咁樣跌咗落幾下，而佢嘅屋企係冇養寵物，所以唔會係有啲寵物去整潔呢啲物品。佢哋係有開窗，啲老人家多數都會開窗，唔會鍾意開冷氣。但係啲風力又點樣可以吹到一隻玻璃杯落地下呢？發生咗以上呢啲事情，佢哋都仲未醒覺去揾人幫手，係直至到爸爸見到媽媽瞓緊覺嘅時候，就真係好似驅魔人嘅情節一樣，媽媽個身體竟然慢慢咁樣向上飄起。爸爸見到之後就好驚，就即刻打電話俾阿 May 同佢家姐，因為佢嘅兩姊妹喺一齊住，所以假去邊一個都可以揾到另一個。當電話打通嘅時候，媽媽個身體慢慢咁樣瞓返落張床度，見到媽媽個樣依然係冇醒，依然係熟睡之中嘅表情。爸爸就講頭先媽媽發生咗啲咩事俾佢嘅兩姊妹聽，佢兩姊妹聽完之後就話不如去拜下神啦。第二日佢哋一家人就一齊去咗廟宇度拜祭。至於去咗邊一間廟宇，我就唔想開名啦。平靜咗兩日之後，如是者又再咁樣慢慢發生，屋企嘅物品移位，啲嘢突然之間跌落地下。媽媽每次瞓覺嘅時候都係俾靈體騷擾，身體會向上飄之餘，有陣時隻腳亦都會離奇咁樣被扯高，又或者會拉起佢下半身，又或者會拉起佢上半身。但係發生呢啲時候，媽媽佢依然係瞓住覺冇醒。但係一直以嚟，爸爸都係冇被騷擾，冇俾靈體去滋擾佢。除咗屋企嗰啲擺設喐嚟喐去，爸爸都知道見到之外，爸爸瞓覺係從來冇俾靈體去滋擾。阿 May 就係講到呢一度話俾我知，佢見佢媽媽已經好攰好辛苦，所以佢就想問我有啲咩辦法好。我就叫阿 May，不如你試下去紙紮鋪度查下一腳，睇下究竟係發生啲咩事，睇下有啲咩方法去教你去處理。食完飯之後，我哋就各自返屋企。隔咗一段時間之後，阿 May 再打電話俾我，佢話再叫我約我出嚟食飯，出嚟傾偈。而我哋坐低食飯嘅時候，我就撞見我一個朋友阿偉。阿 May 見到阿偉之後，就問佢：我見你帶住咁多佛牌，你係咪識得泰國啲師傅㗎？我想揾啲真係可以好吉嘅師傅去幫我手驅魔啊！我屋企人俾鬼搞。阿偉就話：咁我幫你問下人啦，知道之後就通知你。之後佢哋兩個就交換咗電話號碼，阿偉就走咗。我就問阿 May，我話：你媽媽嗰個仲未搞掂嘛？阿 May 就繼續講，佢話媽媽被侵擾嘅情況已經越嚟越嚴重。依家佢嘅情況就係媽媽好似俾人強姦緊做愛嘅姿勢，但係媽媽咁大嘅動作，佢依然係熟睡之中。佢兩姊妹有揾過啲師傅上門去幫手驅魔驅靈，但係每一次都驅趕唔到。但係有幾個師傅都不約而同咁樣同爸爸講，話係爸爸去得罪咗靈體，
所以個靈體就去侵擾媽媽，而佢嘅亦都有帶媽媽去睇精神科醫生，而證實咗係唔關精神問題。咁講真，個身體咁樣向上飄嘅話，真係冇理由係關精神病嘅問題。咁我呢度亦都講一講，如果大家你嘅其實懷疑會撞鬼、見到鬼之類，或者聽到一啲奇怪聲音，其實你哋去睇一睇醫生先，未必係關靈體事。所以有啲嘢係求證咗，唔好太緊張先。帶媽媽去睇醫生呢個係我提議阿 May 去做嘅。因為可以睇返媽媽佢個身體狀況、精神狀況點樣，但係就係話佢精神好差，身體亦都已經好差，但係佢係冇精神錯亂嘅問題。之後佢嘅兩姊妹已經四圍咁樣問朋友有冇啲好嘅信得過嘅師傅去幫手。佢哋已經唔理任何宗教都好，都去嘗試。所以頭先佢見到我朋友阿偉帶住成身都係佛牌，所以佢就問佢有冇一啲相熟有信得過嘅師傅去幫手。而去到近期呢啲後尾嘅時候，已經係侵佔得咁厲害嘅時候，阿 May 嘅父母已經唔俾佢嘅兩姊妹入間屋裏邊，因為驚啲靈體會騷擾埋佢哋兩個。而媽媽嘅身體雖然佢成日都係有瞓覺，但係又好似冇瞓過咁，唔夠精神，成日都好似好攰、好眼瞓，兩眼亦都好大嘅黑眼圈，令到身體好虛弱，出現咗問題，住過幾次醫院。佢哋有諗過搬屋呢個問題，但係啲師傅亦都有講，其實個靈體係跟住人入屋，所以就算你搬屋亦都冇用，個靈體亦都會跟住阿 May 嘅父母。之前我頭先有講過，佢哋係乜嘢宗教都去嘗試，佛教、道教、泰國嘅，佢哋呢啲全部都有揾去嘗試，但係唔知點解就係好抗拒天主教同基督教去幫手，係直情唔開門俾啲教友入屋。但係呢兩個教係唔收錢去幫佢哋，但係佢哋都係拒絕。之後由阿 May 嘅一直講呢件事話俾我聽之後，到依家已經超過咗1年嘅時間，即係佢媽媽已經俾個靈體去滋擾咗最少1年嘅時間。後尾我再同阿 May 傾電話嘅時候，問佢媽媽嘅情況點樣，我感覺到佢哋已經好似放棄咗咁。一嚟佢哋覺得啲師傅係呃人，因為佢哋每一次揾啲師傅上嚟，都係驅趕唔到隻鬼，而每一次又係要收錢。佢話佢嘅兩姊妹咁樣不停幾千咁樣俾之下，到最後依然都係驅趕唔到。到依家佢哋已經冇乜錢再去揾啲師傅去試，而爸爸就話已經習慣咗媽媽瞓下覺會飄起或者凌空嘅動作，佢自己一個人就出咗去廳度瞓，唔理個老婆，唔使俾個老婆嘅動作影響佢瞓覺。仲有就話唔使望住個老婆同一個隱形人做愛，每次見到都話好嬲。而佢兩姊妹一直都係唔係同父母住，之後佢哋冇返上去父母屋企，
每一次探父母都係落街食飯先至見面，而媽媽嘅情況就越嚟越差。其實我真係有啲唔明，明明係爸爸得罪咗靈契，帶住個靈契返屋企，但係點解只係騷擾媽媽呢？而後尾爸爸見到媽媽俾個靈契性侵，點解佢反而係發脾氣，話個媽媽淫蕩，嬲媽媽呢？佢既試過請無數嘅師傅，但點解唔接受天主教、基督教去幫手呢？會唔會係個靈契係唔俾呢兩個教會去幫手？會唔會因為個靈契害怕呢兩個教會呢？仲有就係點解佢哋到最後好似已經習慣咗、接受咗俾靈契騷擾？不過我都親身經歷過，當我俾靈契去侵擾嘅時候，同我一齊住嘅人係冇理我，有跟我一個人匿埋喺間房裏邊就算。呢個有機會之後同大家分享。我諗以上嘅問題應該都冇可以得到一個答案，因為我間唔中同朋友 WhatsApp 嘅時候，我問下佢媽媽嘅事件解決未，佢已經好輕描淡寫咁講未啊，咪又係咁樣咯。大家如果身邊嘅人遇到被靈契滋擾嘅話，又會點樣處理呢？大家有任何嘅感想或者分享嘅，可以喺留言或者 DM 我同我分享。今集我就講到呢一度，鍾意聽我故事嘅朋友記得畀個 like、訂閱同分享。拜拜。